公爷，真的不用咱们去关照一下小公子那边吗？师父，我该走了，再不走，宫里落锁就出不去了。出不去就别出了，我去叫人给你拿新的。方建明，你别走。师父，我好喜欢你，师父，喜欢到你要离开，我就好难过。你知不知道，师父？师父，哎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的大哥吩咐过，不让我们打扰。这不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也没敢叫你。我桌上有碗粥，你没有看到有人进来过吗？粥是我们做的呀。是啊，我们一大早就等在这儿了。除了刚刚吴恙送进去一碗粥，我们连一只苍蝇都没放进去。对，是啊。我知道了。方大人，张大人请您去主营帐。我即刻就来。是。